擴音機專家 Force Audio 竟然出耳機，仲要係極少見嘅開放式入耳 IM4。戴上去第一個感覺，個聲場咧真係好闊，因為背板開咗窿，聲音唔會屈住喺個腦度，空氣感贏晒。聽 live 錄音嗰種現場感覺，同價位嘅封閉式耳機真係冇得揮。講下三頻先啦，10mm 杜披動圈單元，令到個低頻好有彈性 ，punch 感好強。不過10 bass 下潛咧就因為開放式減走咗啲啦。人聲擺位算前嘅，偏暖，女聲潤澤唔刺耳，高音自然舒服，唔太刺激。嚴格啲講，聲底係清清地，乾乾淨淨咁，都幾耐聽噶。優點佩戴好舒服嘅，好貼耳，音場夠開夠闊。缺點始終都係開放式設計，少不免咧都會有漏音噶。出街用嘅時候就小心隔離嗰個都聽到啦。仲有 bass head 嘅話就可能嫌唔夠低頻啦。呢一點咧大家就要注意啦。中意通透嘅空氣感，音場開揚舒服嘅話，Force Audio IM4 呢一對開放式耳機絕對有驚喜啊！